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31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世代运报道，来关心总统的选战。民进党热清着将会参加特务团体后援会成立大会，有提出3大目标，要提升农产品的安全、甲产值等等。然后民众党郭文哲嘛有落难，伊讲英国伊敢若顾台北，未来伊要照顾全台湾。然后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昨昏是出发去美国访问，外界认为讲这是甲今仔日要去日本访问的侯友宜伫拼场。挂口号展现气势，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39假期参加全国特务团体后援会成立大会，提出幸福农业3大目标，要提升农产品安全甲产值，推动全农产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每一项特务对台湾来讲拢足重要，未来我拢会非常重视各位产品安全、农民赚钱，来提高农民的收入。积极争取选票，民众党郭文哲罗南彰化参加庇护工厂联合总会市集开幕，讲到庇护工厂财不平衡、资源分配甲相关发展者问题。伊表示，过去伊敢能照顾台北，未来伊当选总统要照顾全台。因为我当时是当台北市长，所以只能顾好台北。你让我当总统就顾好全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自到彰化宝岛电安宫拜拜，郭天过工也在议长谢典林陪伴之下，到电安宫拜拜，两人卡庙被开。郭台铭34去南投参加全国夜社风绕境活动，佮有个要去美国访问，将台湾的主流名气带去美国，甲要去日本访问的侯友宜拼场意味真高。我今仔下晡都要去美国，美国人讲，阮爱和平，莫战争。10天以后我会转来，我伫机场有记者会，大家报告。期间会拜访日本国会议员、侨界人士，也会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期间的所有行程，我们都会尊重双方的共识以及安排。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31要访问日本，风声要甲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见面。根据了解，除了重视代志友好以外，也要对外国媒体关注两岸议题，各讲伊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澳洲举行外交甲国防部长的会谈，宣布要扩大军事合作，加强美国伫咧澳洲的军事部署。嘛共同强调讲，要维护台海和平的稳定的重要性，反对各方面改变现状，呼吁都要和平来解决两岸的问题。嘛讲到会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美国甲澳洲外交国防部长李高伫澳洲布里斯本举行年度2加2会谈，正式名称是澳美部长级磋商会议 （Osman）。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反对片面改变现状，呼吁和平解决两岸议题。Necessary opposing its efforts to disrupt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in the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 to upend the status quo that's preserved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to pressure countries through economic coercion. 台海的安全，这个安全不只是这个台湾的利益，也是世界民主国家共同的利益。自由民主，那么才是国际的共同语言。美国甲澳洲共新强烈反对南海破坏稳定行为，对中国无符合国际法的过度海事主张，以及加重区域紧张局势片面行为表示烦恼。也强调台湾真最主要印太经济体甲民主政体重要角色，会共同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对着中国伫印太地区日益升悬的战略野心，华府甲坎培拉加强稳固双边防务关系。学者分析，美中战略竞争开始了后，美国一步一步来强化甲传统盟友的合作。几乎所有的共同声明都有强调所谓台海的和平稳定，这当然是美国的期待。可是就是说，
你期待是一回事，你可能要做某些最坏的准备。美澳的很多合作呢，基本上最坏的状况都会准备。共军继续清了，国防部公布，对39点开始，查到11架次的歼16架国式强机出海进了台湾，其中6架次超越海峡中线。自今天上午9时许起，国防部陆续侦获中共歼11、歼16及空警500等各型机计11架次出海活动。其中6架次逾越海峡中线，配合共建5艘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国防部发言人孙德峰表示，国军严密来掌握，并且派出任务机、甲军舰以及华地飞弹系统严密监控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云拢有较高，北海岸、偏湖、金门、甲马祖，还有部分地区会落短暂阵雨。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各地是多云的天气，过到了后，东部、东南部，还有南部甲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公雨。中昼进前，西半部的地区嘛有部分所在有落短暂阵雨。为明仔载开始，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东部、东南部较会有火烧风，若北部、南部甲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云嘛会较高。若过到山区会有短暂阵雨。咱继续来关心风台卡路，伫昨昏下晡时已经变做中度风台。今仔日甲明仔载这2天，台湾北部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会开始落雨。为拜三开始，西南气流嘛会予中南部的水汽变较高。另外，目前多数热风台是已经架去中国啊。咱国的东流线的阵邦嘛已经暂停4天了后。昨昏阁开始出现真侪游客，是排队要坐船去小琉球佚佗。受到所在外围环流影响，东流线停驶4天了后，总算阁恢复。早起人是摆甲长乐路看无到尾流，拢是要去小琉球的游客。刚好遇到台风嘛，就突然这样，然后全部都延后1天这样。我已经演了3次了，我就跟他拼了，就一定要过去。码头边要你清理风台过境了后物件，要未少民生物资，准备要运去小琉球。航运业者评估应管了后，决定过恢复来驶，按过船来乘客也是应感受到海价真明显。今天评估下来，浪高1.5公尺是适合开航。那因为前面有停航4天，所以基本上要来玩的游客都已经选择改期或者是延期。真是看今日有人骑啊，看应该不得洗，我都已经无。第6号风台卡努8月7日通过琉球群岛了后，用东海长港口这个所在接近，伫7月7日离台湾上近。虽然北风款有果吸到台湾本岛的几率无悬，不过卡努7至7、3可能带动西南气流发展，为中南部地区带来未少的水汽。受到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在周2的话，主要的雨区主要是在偏向在北部地区，然后再来是南部地区。随着台风慢慢的往东海这边靠近，风向上在周3会慢慢转为比较偏西南风，所以周3的话，主要的降雨的区域会比较偏向在中南部地区。杜苏瑞前卡才多走，帅气卡努个别挖进台湾，不过西南气流所带来水汽偌济，都要看卡努未来北挖的角度加走向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多数热风台伫咧短时间内，伫南环山区落雨量是真惊人，造成南环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毋但是水崩山，边坡嘛崩起。公路总局为今仔日透早7点开始调整交通管制路线。民众若是为高雄过去的，敢若会当为埡口的平台西头路线，提醒要去台东的旅客就毋通过去。若是为台东这边要过去的人，爱为向阳游乐区的入口西头路线。若是要去高雄的民众，先毋通去。提醒若是要上山的游客，都爱先事先查交通管制的时间，还佫有山路的情形。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护理的人力为5月份开始。转入去的有较侪，不过嘛有病医认为讲，6月份至8月份因应偏降的需求，有的病医会拜托护理人员先到落来斗3天。不过偏降了后，可能会佫出现另外一波的离职。等到秋冬传染病情形也悬，医疗的需求增加，欠人的情形可能会佫较吃力。
咱来看《中国时报》，根据健保署的统计，民众临终有8成拢伫咧病院接受安宁照护，伫咧厝邻甲机构敢若有2成尔。健保署9月份会提出扩大居家医疗计划草案，希望改变病院甲踮伫咧厝邻安宁8:2的比例，互医疗团队去患者的厝邻，会当家注抗生素，或者是开毛肺来止痛，甚至是开死亡诊断，来减少患者伫咧上尾的日子爱伫咧病院甲厝内来来回回。再来，咱来看《联合报》新版的青年安心成家买厝优惠方案，明仔载实施。旧的贷款户就算是宽限期结束，买当做修改，搁增加2年至3年不等的宽限期。不过办理嘛收3000或者是5000块以上不等的手续费。咱继续来看台北市即马要扩大东区的人行道，推动行路专区。刘公公园附近有成百个机车的车位要来撤销，有民众讲这原地就真歹停车，安尼会愈来愈无方便。那市府是回应讲，因为伫咧附近规划车位，行路5分钟就会到位。无论是平常时或者是假日，台北市东区拢是有不少人伫遮踅街买物件，人真多。不过，即马市府为进行刘公公园绿农工程，31开始清除周边95个机车停车格，甲3新种机车停车格。我绕了2圈都找不到车位，我就一直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车位。那这附近就已经够难停了，而且这里人潮又这么多。常常出入东区的人烦恼停车位更较歹找。台北市府规划除了刘公公园后边机车停车格涂销以外，U-Bike 站点也会刷走。目前双向车道会改造单侧车道，就是要清出空间，让过路人来行。搁伫市民大道4段附近，也就是行路5分钟的巷仔内，增加机车停车格。对安尼改变，当地里长讲，居民也是有无共款的想法。这个替代的地点是市民大道64之1号巷旁里面大概已经有规划40期。那下半年市民大道在68巷到101巷之间的路边我们也会在规划一些适量的机车停车格。住在这里的居民是说，因为假日的车潮非常多，也造成人行危险，包含这边的周年庆。那他们是倾向也是支持这一块的。那在附近上班族还有部分少数的居民是持反对的。市府表示，为营造好的行路加相关环境，民众开车、骑车以外，也鼓励利用节分进入相关，应维持好的行路品质，也减少噪音、空气污染。这工程会在明年2月完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巴基斯坦有一场政治集会。发生自杀炸弹的攻击，这个爆炸目前是已经造成44个人死亡，800人受伤。不过目前是也唔知影是虾米人或者是虾米组织犯案的。警方表示，救援行动已经结束，所有受伤的人拢已经送病院，其中10几个人伤势正严重。当局讲，死亡人数可能也会增加，地区病院进入紧急状态。警方讲有证据显示，爆炸是因为自杀炸弹攻击，动机也无清楚。这个区域已经封锁。伊斯兰生学者协会、法查瑞曼集团3站伫咧西北部的开伯普赫图赫瓦省的巴焦尔首府卡尔举行政治集会，几600人参加。由基金穆斯林教授拉赫曼所领导的伊斯兰生学者协会、法查瑞曼集团是巴基斯坦主要的宗教政党，也是联合政府的党员成员之一。因为年底就要选举啊，真侪政治活动。爆炸发生迄当阵，拉赫曼人无伫咧现场，不过当地领袖西奥拉是不幸死亡。目前也无人或者是组织出面讲犯案。不过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伫巴基斯坦的地方分支，进前不讲巴焦尔几多件攻击是因做的。巴焦尔不是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安全避难所。不过这几年巴基斯坦军方对因展开大规模的骚动，因也常常攻击军方加百姓。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镜头我来看泰国，伫泰国南部有一间烟火的仓库，那像是伫咧施工的时阵引起爆炸，附近500公尺范围内厝是拢受到损伤，规模是真惊人，造成至少9个人死亡，118人受伤。
灰色的烟雾向天顶冲去，可以当听到烟火一直爆炸的声音。外景镜头的车辆真明显受到爆炸威力影响，已经变形。泰国南部那拉提瓦府离岛发生烟火仓库爆炸，威力真惊人。那仓库的建筑甲厝顶绑起，附近500公尺以内徛家马后爆炸冲击毁损。外国媒体美联社报道，这个爆炸发生在当地下晡3点多，技术是工人在建筑内底施工的时阵，甲钢材拍电鼓起来的时阵发生问题，碰到边仔储存的烟火引起爆炸，造成有500多间徛家受损，其中200间毁损严重，影响人数达到数千人，还有真侪人死伤。爆炸了后，引发的大火嘛一度拖烧到接近泰国甲马来西亚的边境城市双溪角落。好在在暂时大火已经得到控制，因为有超过100人受伤。当地政府除了紧急甲伤患送病院以外，嘛着是动员军队协助转移差不多500名到800名的居民到临时的避难所。当时阵嘛做现场清理。公司新闻台上朋友。由英国制造气流观测卫星“鸿星号”。在台湾时间29翻点过2点的时阵，在澳洲太空总署的引导之下，结束过去5年来的任务，成功降落伫咧大西洋。这嘛是头一粒人造卫星伫咧任务结束了后，成功引导返来地球的案例。火箭在卫星2轨大气站正在观测轨道，这是由英国制造、用希腊风神号名的气流观测卫星“风神号”。在2018年在澳洲升空的状况，过去5年来，伊测量地球全球的气流路径，佮协助研究改善地球气象预测。暂时结束任务，加上 ESA 澳洲太空总署捌伫6月提出临残骸现场倡议，就决定要试看卖引导“风神号”卫星返来地球。At ESA, we're convinced that this is the responsible way to act. We want to demonstrate if it works, or at least that something can attempt to be done to reduce an already very small risk of it harming anybody or anything. 原本航行号的飞行管道是伫400公里远的太空当中，载着燃料用要小悬，逐工拢来降低管道。等待降到320公里远的時陣 ，ESA 用介大式降低管道的方式，協助衛星進入大氣站返來地球。And we're lowering its altitude to 250 kilometers, and then even further to 150, and then 120. So clearly, we are pushing the boundaries of what the spacecraft was designed to endure. 航行号伫台湾时间日到翻点2点，伫南极洲的天空重新进入地球的大气站，伫安全烧掉大部分的残骸了后，落入去大西洋。这是头一粒人造卫星伫控制之下返来地球案例。ESA 毋望借这个实验替未来引导卫星返来地球做模范，落实减少太空本色的行动。公司新闻台同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过去40多年来，受到台湾关系法的限制，美国敢若会当提供防御性的武器给台湾。即马法案会做修改，授权美国的行政部门提供对台湾阻挡解放军侵略有防战的武器。美国行动派众议员最近提出透过实力促进台湾和平的法案，要求美国都要优先处理对台的军售案。咱来看，罗西亚国防部表示，因军方把3架攻击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拍落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今仔日警告，战争将渐渐转去到罗西亚国土。荷兰总理29表示，8个的罗西亚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的战士是已经挖进荷兰边境附近，呼吁欧盟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要采取行动。荷兰烦恼边境的情势会加悬。这个月已经开始向东部调动1000外官兵，防止瓦格纳的人可能冒充非法的移民入去荷兰，或者是假做白俄罗斯的人员协助非法的移民去荷兰，破坏荷兰的稳定。镜头转来咱国内，即马赛车甲骑车，若是无让行路的过路人先过马条线，都要罚6000块。不过，伫台北的内湖，要是有人行过路口的时阵去互压着。另外，伫咧新北南口，有骑奥多摆的民众为着要让人过车路，车向动落来，却是去后壁的奥多摆弄着。
车动起来停伫自画线，互记录人先通过。后壁骑车的人骑伤紧，袂发动，就按弄到头前的车。三个人就按刹车倒伫涂骹，清青衫的记录人才刚去。2部机车驾驶皆轻微受伤，无生命危险。双方驾驶均酒测，无酒驾刑事。车祸发生伫新北市泰山区有专业历史的庙寺下泰山岩头前。这4名55岁骑车的人，离到早起9点外，骑车无保持安全距离，对后壁去弄到头前的车造成事故，相关罚款1200块。要过骑伫头前的车汹汹动来，这是不是算危险驾驶咧？没有突发状况，然后任意的骤然减速或刹车的这种情况，才会构成所谓的危险驾车。有要停让行人这个情形，那是做一个刹车的动作，是不会有所谓触犯危险驾车的这个罚则。现场无车红灯，车真多，通过爱过看时机。因为免让过路人过，汹涌动起来，警方讲头前的车是无违法。除了这事件以外，过路人的地价也受案例。伫台北市内湖有民众过大路，连续也是有开车的人抢紧，险甲弄到。对警察署统计，5月到6月中间2个月来，路口歪停让过路人全台就有将近4万件。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高雄捷运站会有2个民众伫车厢内底装出装入嘻嘻哈哈，车顶其他的乘客看落是拢感觉真危险。咱若高雄捷运讲，若是伫咧月台或者是伫咧车厢内底乌白撞来撞去，也是影响拐车门，相当会罚款7500，甚至会罚赶落车。徛伫车门边的查甫囡仔，等高捷到桥头糖厂站，随冲落去，走到另外一个车厢门口，紧冲起来，结果把手机交予另外一个查甫囡仔，相款是安尼做。这代志发生伫2九，2个人接力的做法，互乘客看落是害头，甲影片抛上网。不建议啊，因为毕竟这是大众交通工具啊。不是有点是非常危险吧？这个又不是游乐场所，对啊，而且是在那种交通的一个大众运输工具上，我觉得不好，非常的不好。乘客大部分认为这行为无好，因若是发生伫人较侪车站，捷运到站开关门的时间只有大约15秒，走来走去，若影响其他乘客出入，也可能因为弄到人，也是有车门夹到，造成这捷运车班来延误。这2位旅客初步看起来违反大众捷运法第50条，在月台嬉戏，影响作业秩序及可能妨碍车门关闭。如若劝阻不听，可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之罚锾，并可以拒绝运送。高捷表示，虽然无接到通报，不过伫车厢甲月台安尼咧算，可能影响捷运行车安全。若掠到人，会使依照大众捷运法来裁罚，也提醒民众莫安尼学，以免犯法，佮影响乘客甲行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柳营科技园区内底有水手边仔的环保用地，市府按算要起新的焚化炉，因为之前园区内底几啊间厂商都有空气污染甲水污染的记录。所以，昨昏在地真清的里民去公听会外口抗议。市府讲，因为地方也是有真侪记录，伫咧无共识，地方嘛无同意进程，是袂阁继续来推动。无分政党，民代甲里长带着要甲上轻微的里民抗议。30下昼伫咧公听会外口反对台南柳营科技园区起焚化炉。伊国环保园区。这个全台湾上多的物件，车来阮柳营，逐工咧臭我，逐工咧臭，暗时就该偷房。阮刚下科已经差不多有15支迄个烟筒啊，即摆佫增加这焚化炉嘛，这颗烟筒遐颗嘛，这害死乡拢着阮这2里，非常的严重。里长讲，园区内面有几多间厂商过去就空气污染、排放无合格污水的记录，因若按算要起焚化炉的环保用地，就往园区污水处理厂。若是要烧各种工业区事业废弃物，对当地的防卫民众甲尤其农业园区影响真大。整个崇基里这边全部都特定农业区，为什么可以选在那边？经发局讲，柳营焚化炉是为了要应付永康焚化炉民国115年要进行税收，才会提前营业。这嘛只敢若通过款查，也未定案。115年永康焚化炉要迄个税收，都无法度收啊。所以讲，行政单位需要伫进前做准备。
台南市政府讲，这件案件虽然已经通过勘查评估，不过因为地方的疑虑也是真多，市政府伫咧甲地方有强势进前，是袂继续杀这个案件。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当咧加拿大举办的世界警消运动会，咱国的代表队是已经摕到3块金牌甲4块银牌好成绩。不过，煞是标出咱警政署的官员竟然是主动消防员举咱国的国旗。警政署回应讲，因是照奥运的模式提醒因卖举国旗。不过，这个消息一个出来，是已经引起国内侪批评。也那内政部长林佑昌嘛赶紧出来强调讲，去比赛当然会当举国旗，唔免有顾虑。警消人员动员出国去比赛，不过到开幕会场，各界人却是起冲突。愈讲愈激动，气氛变真歹。比赛进前起冲突，全部拢是因为这件代志。原来有消防员家己出钱，用家己的假期陪加拿大参加世界警消运动会，也家己设计团服。有台湾导游的理由，游行活动出发进前，就互警政署带队的长官关切。伫提出国旗了后，双方更加引导进会。当地的侨民跟当地的民众都是非常热烈欢迎，看到我们的国旗都是很开心。结果中国队不在现场，就阻止我们拿国旗的居然是警政署的官员。指挥的消防员这期经政署高层一再提奥会模式做借口，将国旗当作违禁品伫查缉，讲这根本是自我矮化。随后也写批问这主办单位，各国的旗啊拢无被禁止。而警政署是安尼回应讲，基于善意的提醒，避免咱运动员的权益去受到影响。是我们跟加拿大的主办方事前的一个协调的一个默契。那我们智慧参赛的消防同仁可能不了解这个过程，说明的过程中让同仁产生误解。主动提出国旗消息传登的台湾，和警政署的编册有真侪民众伫批评。内政部长林佑昌随即表示，强调比赛时免顾虑，应提出国旗。就连世界警消运动会官方 IG 也发文分享，咱代表团一行人伫机场提国旗，大家斗阵翕相的相片。这摆国际警消比赛，咱代表团已经夺下3金4银的好成绩。就伫这个事件发生了后，咱参赛选手也满国旗就台来领奖。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天气当烧热，天高热，胃团的情形嘛愈来愈吃力。南投新增加2个本土的天高热的病例。南投县卫生局表示，这2个住伫德山的个案是翁仔某的关系，最近嘛无出国旅游。平常时伫咧婚姻顾客种田，推测是伫咧做田的时阵去挖到的。他们没有国外的旅游史，那因为他们本身都在我们云林古坑务农啊，因为隔壁的务农的邻居有人确诊，所以他们也有相关的症状出现。那务农之后偶尔会回来竹山的居住地，那为此我们本局也不敢掉以轻心。工作人员伫30的时阵赶去这个个案南投德山徛街附近做消毒。卫生局讲，这2个个案是翁仔某，28开始发烧，想要吐，也有头壳痛等等。伫婚姻的诊所做采检，确认是天高热，这嘛正做南投县头一个本土的病例。风台杜苏芮虽然是无登陆咱台湾本岛，不过嘛是造成家己沿海饲蚵的损失是真严重。30中到家己县府的渔业单位都去同招，实际了解损失的情形。看敢会当甲渔民斗3工，申请救助。3比8都没有肚了，没有那个白白的了。哦，这是鹅笼甲早时啊收回来，蚵仔现破开来看，拢讲蚵仔着生惊，所以拢吐了啊。除了蚵仔受影响以外，有的鱼港佫因为蚵边仔互硬拍转来，所有的鱼船拢调咧，唔敢来叮当。8、9成绝对有啦，哦，系啦，这道有足食力嘞啦，看政府会使补助一下未啊？这拢只白鹅边，白鹅边，就有人个新的，有人新的有啦，拢拍开啊。哦，拢拍开。为着要了解家己县沿海饲蚵仔产业的损失，渔业署长30中昼嘛专工落南来会勘，伫位蔡义文指出，渔民除了希望有低利率的贷款，嘛希望气象局有部限制出海的命令，应该爱参考实际上的风影。每一路上只损失到1、20万啦，
因为两工啦，放到26、27，拢方便用病啦。结果讲阮袂使去收蚵啊，我感觉阮遮蚵面的时阵毋知要安怎讲啦。阮这个病一病加起来通常得来3万啦。但是即马就是因为这灾害，咱渔业师傅是讲伊这标准是6000，阮会建议啦。建议是讲会可会使提高到1万。今日有咧讲到讲，是毋是会使提供低利贷款互因尽速来恢复富养恢复这个生产部分这个部分阮会马上进行研议家己县渔业科表示，目前因为外海风影阁真大，无法度出海实际调查损害的状况。毋算上紧会伫30日下晡向中央来汇报损害的统计，赶紧来协助渔民申请灾害救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地方风上头，咱来看台南北门的蚵仔是真出名。因公所伫咧7月29开始，连续3个拜六举办实鱼教育体验活动，要带大家去罗德岛渔港体验渔民的生活，来推广蚵仔的好滋味。咱台湾西部沿海真侪所在拢有咧饲蚵仔，毋过各地头的味食起来无啥共。亲像台南北门的罗德岛，因讲的蚵仔干就真特别，毋是徛伫咧，是干饭的。这蚵仔逐工烤风拍质，食起来嘛较 Q 较甜。阮这蚵仔非常的这个有特色，它是一个平挂式的它不是浮棚式的，它是接受到日月的这个精华所以这也蚵仔也肉质非常的有弹性非常的这个台语叫做顶单交这个浮棚式的这个蚵仔这口感是完全无同。为着要推广北门的蚵仔，公所甲罗德岛的社区以生态导览、实际动手体验，落尾阁有创意料理的教学课程，要带民众做伙了解在地蚵仔产业。阮就甲重点下伫阮的芦竹沟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鲜科海味游北门这个食鱼教育啦大概阮有一个这个生态导览还有咱这个咱的巧手的这个体验，同重要就是咱这个特色料理的这个教学啦。地方要利用这个实鱼教育的活动来介绍北门蚵仔好滋味，顺便推广在地产业，让大家体验渔民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万丹是出红豆仔，农民伫秋天种红豆仔，赶人收成，再来就种稻仔。5月底稻仔挂了后，大部分的农民拢会改种绿肥，来增加土地营养。即马万丹乡农会为了开发观光经济，头一届推动种日头花，而且挂补助，希望当请更较侪人来万丹行踏。屏东万丹乡的稻仔采收了后，侪农民会甲农会买臭青仔的种子转去种。今年为着开发观光经济，特别推广种日头花，5万几片花田会当请人来万丹乡佚佗。咱万丹因为无一寡观光点，如果咱的暑假期间，咱也如果是全面来啦种这个太阳花，会造成咱万丹这个农村的经济，包括景观万丹乡的风景。万丹乡农会指出，种花除了会有观光效益，凡细嘛会当减少种红豆的病虫害。这个土糖的原因嘛有可能。成分非常大的是咱臭青仔的毛毛虫，因为咱芳土了带入土地，咱种红豆的时，伊会两孵化。日头花甲臭青仔相比，0.1公顷的种子成本大约会增加90块。为着鼓励农友改选种日头花，万丹乡农会提供每0.1公顷100块的补助，未增加农友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伫台南新市有一丛60年的白莲雾，因为土地要转做其他用途，所以规丛爱刷去永久社区。当地里长甲居民是拢真欢迎，嘛希望这丛白莲雾会当继续生产，互代代子孙拢会当食到这项在地特色。古灵色的果子皮，外形若亲像一罐羊仔，这是台南新市的特产白莲雾。英国农村社会是家家户户拢有种，时代变迁，愈来愈侪原本种做的地，拢用来开发。像这丛已经有60栋的白莲雾树，也因为土地转做其他用途，必须要搬厝。为咱市区迄个
和平街啊吼，这地当另外有作用，所以阮来过来研究一下吼，较早旧的吼污水处理池。咱树根做伙学起来，一路运送到永州社区污水处理池边的空地啊。里长含在地民众，拢已经伫现场等咧迎接这丛老树。也希望公所以后有白莲雾树，欢迎把它全部都移到我们这个永新污水厂，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生态公园了。林港啦，也可以求情，可以当下吼，个有连有人食，偌好诶吼。就很兴奋，这是新奇特有的名产。会当玩车有这个食哩啦，一不60担的莲雾。啊，可以互放伊阮遮，阮一定会好好甲照顾。里长讲，社区的这几丛树啊，拢是因为南科的土地要开路去工厂，才刷来遮安置的。即马阁有新朋友加入，大家拢真欢喜，也希望白莲雾树会当继续开花结果，伫这片土地生态，保留新市的特产文化。记者综合报道。由来这种水果是真营养，袂少民众拢真爱买来食。屏东万丹农会伫咧2021年成立由来的产销班，来辅导农民种植，而且因的品质嘛是一粒一粒，常常卖出去的价格拢比平均大卖价格悬1倍较低。带大家做伙来看卖。由来有丰富的食物性脂肪，毋但是营养的水果，也会当摕来做料理。现代人注重健康嘛，因为市场价销好，但保证由来的农民也哪来哪济。即马纸人是由来的产柜，屏东万丹乡由来产销班第10班的农友，逐日拢无用得收成和分级包装。颗粒比较小，整箱都是同一个size，大的全部大的，这样的话比较都差很多了。重点是，我会强调，任何农产品分级包装真的很重要，但是千万不要抢收啦。万丹由来产销班特别强调卖抢收，就是因为市场当好价的时阵，有的农民就会提早收成。但是为着要顾好品质，和由来熟甲够分，食起来较袂苦涩涩。虽然万丹由来产销班才成立2年，但是对种植到收成拢真有心得。看看它的成熟度有没有锈斑。如果有锈斑的时候，我们才有摘。锈斑越多，它的油脂越多，成熟度越够，越好吃。去到市场，阮这班的收仔去，人拢会先客啦。先客先甲阮的肉的先变啦，因为阮袂去食偷。最近这几年来，国产由来的品质大大的提升。为着要维持品质，产销班也会请专家来指导电工管理和采收技术，就是希望会当让消费者食到上赞上好食的国产由来。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当时学生囡仔休热的时阵，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甲保机团体做伙举办坐火车好佚佗的活动。因要用台语，互囡仔了解火车相关的知识。火车行到伊度阿妈伊度手，哎呦棒糖来。火车顶悬老师带囡仔拿唱台语歌谣，拿比动作，看起来是真古锥。这营队的活动包几台区间车，而且佮用本土的语言做主题。用最趣味的方式来接触台语，尤其第1节车厢，伊的设定是全台语的，所以阮嘛是希望讲，伫活动内底，阮用全台语。虽然讲，大部分的囡仔其实是无啥听有，毋过因为阮有教图，佮有教动作，听无的囡仔，伊嘛会当对咧听，对咧唱，对因来讲，会是足趣味的。来参加的家长和囡仔是表示，这个活动是真趣味，通咱学台语拿耍。教我啥物部分上趣味？唱歌。唱啥物歌？火车行到溜人啊！会当出来佚佗真好啊！礼拜日带囡仔出来佚佗啊，佫会当练台语，就感觉这个活动真好。主办单位指出，这届活动每一个车厢都找一间教室，替无同的年会设计无同的课程。希望这个大家会当透过这个过程吼来。加熟悉咱的铁道的这个知识甲文化，因为咱即马足侪民众吼住伫都市，毋捌坐过火车，所以阮希望利用即道的机会，带大家人来亲近咱的火车。即马歇热会有侪侪单位举办活动，透过坐火车来认捌更较侪火车的台语词，对参加的民众来讲是一个全新的体验。记者柯家选曾水由家人报道。
伫庆雅有一间起伫咧沙漠内底学校，因为当地教育资源是真欠缺，所以这间学校就正做学生学习的希望。伊希望伫遮会当学到新的电脑的技能。伫肯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有一栋设计正野望有红色外壁建筑物伫沙漠当中，伊其实是一间学校，咧回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甲所谓科技知识。There are som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ftware that would edit some music. 无论是用 AI 软体，或者是设网站进行影像设计，这拢是沙漠学校所界范围。因为肯亚真侪偏远地区硬体设施无够，网络通讯也无稳定，不少人选择到沙漠当中来上课，减少缺少设备的问题。学校为自2020年设立了后，已经超过680个学生。Having built up a campus like this that offers these chances to do IT stuff and design, it's something really nice that this campus has done. And the other thing that I like about it is we don't get to study for that long. They only give us the skills that are very important at the moment, and they help us explore the market. 大部分的课程时间差不多是1年。伫第一阶段训练结束了后，学生应针对个别需求进行特定技能专业培训，为找头路增加优势。This level ideally prepares them for the real-world jobs, and so after here, we expect that with many programs that we partners that come along, they would probably be working in different fields, and we also train them in these skills so that they can be freelancers. 不过，肯亚是受气候变迁影响严重的国家之一，这间学校更多伫沙漠地带，师生瓦课校舍甲学生宿舍的特殊设计，伫这样热天气之下拍拼来学。公视新闻杨干编辑。巴士除了做交通工具，嘛有新的功能。亲像伫德国的庄卡，就有巴士超市，互民众会当去巴士内底买日常的用品。也佫有巴士，也伫遐嘛有一台艺术巴士。伫内底会安排艺术表演，后面将坐车就会当看到精彩演出。一台真大型的巴士开入摆小城镇的街仔路，停伫广场边啊。看到这台巴士，住伫附近的居民就知影会当来遮买物件。Und ich bin froh, dass es das gibt und ich schnell hier was einkaufen kann. Mit dem Autofahren, das geht nicht mehr immer so gut. Mit 85 Jahren ist das so. 这台超市巴士顶头有青菜、水果、烟尘、罐头、各种糖仔饼仔，甲一寡简单的生活用品，是德国第3大超市连锁商雷福超市甲德国运输公司合作的计划。为今年3月开始，伫德国23个较偏远的城镇提供这种服务。超市巴士一礼拜来一摆，每届会停点半钟，互想要买东买西的居民，趁这个时间赶紧买好交船。甲镜头转到巴西，巴西的巴士嘛有真无共款的服务。伫巴西大城市圣保罗的车站，一台巴士毋但有装7彩的霓虹灯，阁为车内传出真闹热的音乐声。原来这是一台专门提供艺术表演的艺术巴士，每礼拜2拢会邀请一位音乐家、歌手，也是剧场的演员，伫巴士顶头表演，希望将巴士变作一个行动的文化中心，互一寡无时间，也是无钱通去音乐厅、去剧院看表演的民众，坐起你这台巴士，就会当免费欣赏到真赞的艺术表演。E o ônibus é pouco essa ponte, esse lugar de conseguir promover o encontro, né? Promover essa arte sem fronteira. 记者甘美恁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华岛地区26度至33度。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提醒民众爱注意天气的变化。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咱再会。